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！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吃饱饭了，我们来睡觉吧。小咪，医生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怎么看起来有心事啊？是阮家的阿志啦，最近他看起来心情很紧张，有时候看起来缺乏睡眠。我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都看起来很怕我的样子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让他怕我的事？可是我对他很好欸。那也安呢？你们最近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特别的事啊，我最近看他越来越瘦，所以我就抓了一些我抓到的猎物给他。猎物？那你是抓了什么猎物啊？有一次是壁虎，还有一次是蟑螂，前天是小咪，来我这边啊！小咪耶，小咪耶！哎呀，原来你在这边啊！来，小咪来这边。你又有礼物要送我啊？这次是什么啊？是老鼠！你赶快把它拿走，小咪！我最害怕的就是老鼠了。原来是安呢，小咪，你是卖还了，我直接打电话给阿志，问他。喂，阿志，我是医生。听小咪说，你最近精神很紧张。医生啊，我正打算要打电话去问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的小咪啊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她一直送我一些礼物，但是这些礼物都很恐怖。阿志，小咪是觉得你最近太瘦了，她想要送你一些礼物补身体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内哦。没想到小咪平常对我爱理不理，还蛮关心我的哎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是不是也请小咪不要再送我了？好，我会帮你转达给小咪的。那就拜托你咯，医生，我现在就去接小咪。好，待会见。小咪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好不容易抓到的猎物，阿志竟然不喜欢，好可惜哦。没有关系，你就自己享用啊。阿志，你来啦！嗨，医生。小咪，我来接你咯。我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食物，还写了一首歌要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小朋友，你们一起跟小咪来听听看这首歌吧。鸟啊目睭笑眯眯，跳来跳去真欢喜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亲像在讲我爱你。哇，这条歌真好听呢！阿志，这首歌是在说什么啊？这首歌是在说一只小猫咪，它很高兴地跳来跳去，它喵喵喵的叫声就像在说我爱你。好可爱哦！那我们现在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。小朋友，我们要开始咯。猫咪，鸟啊，笑眯眯，笑咪咪，笑咪咪，眼睛，目睭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再一起跳一次吧。鸟啊目睭笑眯眯，跳来跳去
真欢喜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亲像咧讲我爱你。猫仔目睭笑眯眯，跳来跳去真欢喜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亲像咧讲我爱你。猫仔目睭笑眯眯，跳来跳去真欢喜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亲像咧讲我爱你。乐乐有频道咯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！嘿嘿嘿，哈哈。